动保团体今仔提出目前动保议题需要各界重视的10大诉求哦，包括要定出饲动物环境的标准。网讲你欢迎新的会期会当赶紧来处理这个议题。影片内底的狗仔，互人关伫笼仔内底，或者是用真短的链仔链条的，完全无自由。台湾动物平权促进会表示，目前台湾世界拢看到这款情形，希望修法定出养饲环境的标准，甲标准法制化，提供动物稽查人员明确的执法依据。很模糊的界定，然后大家认知不一样，譬如我们觉得这是虐待，可是。执法的动保员他们觉得这 OK 啊哈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推动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执法依据，尊重生命。拜二有一个动保团体同齐召开记者会，提出10大诉求，也批评去年禁止海上放婚照和禁用山猪条这2大公投提案，拢予中选会驳回，真无合理。另外，台湾爱饲协会也表示，动物保护的相关政策内底，除了狗仔和猫仔以外，其他动物的收容管理拢较无动保资源，互人放杀也无地去。在很多的县市呢，小动物被弃养的话是没有地方可以去。在很多县市当中，非犬猫动物的即使有收容，那它收容的水准跟不当饲养也很相近哈。因为我们那个宠物分级分类管理的那个母法授权，现在还没有通过立法。那当然，我们开始已经针对一些物种的部分开始做规划，但是要落实整体的一个法制，还是要等那个法规过了之后，我们才能够去做整体的一个管理。农业部表示，目前已经在研议台湾宠物管理的法规，会分3级进行管理。未来法案通过会公布执行。另外，针对动保团体提出10大诉求，农业部表示，因过去就有收集各界意见，持续修正动保法。因为动保团体也呼吁立法院新的会期，爱重视动保议题，修法予政策更较周至。记者张家佳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